刚，笑人志气刚。观众朋友，咱少年这一天已经来到最后2集啊！嘛一年时间就过啊。对，今日来到这跳石海湾，看风景，听海影。来看风景的是无？对，无啦。其实吼，咱做这个节目主要就是想讲要呈现少年囡仔真实的生活。你可能看会到有的人已经伫头前冲啊，有的人还伫找路，有的人伫海边看海影。讲到这个海影，唔知大家敢有注意到咱少年这一天的 logo 面顶有一只船？有一只船。当初是我咧画这个 logo，是安怎画一只船呢？就是想讲吼，大家拢是伫人生这片海洋面顶的一只船，大家有家己的速度，还有家己的方向，到达驶伫这个人生的这条路啊。其实我嘛是安尼感觉啦，因为讲无一定爱看起来真成功、真圆满，你做有好代志啊，是安那，或者是值得过的人生。就是讲每一个人有家己的节奏，无一定大家拢一定爱为一个方向去。你敢要知道这就是啥？啥？番薯好食变大条。对啦，番薯好食变大条。番薯就是番薯，人生的滋味，咸酸苦甜。哎呦，拢值得过。对。安尼，咱今日就来找一个伫海边看影的少年朋友，单纯开讲者。哇，听到有一个。行。朋友你好啊。你好。那是你。哎呦，熟悉是无？系啊。我想讲掠一个边仔看影的人，结果是熟悉啦。熟客啊，熟客。我是讲今日放假，我来海边看。佫继续。是安怎食看海影啊？你敢心情无好？小可啦，拄好今日放假。安尼袂歹，安尼无咱陪你开讲一下。好，那行哪讲？那行讲系啊。你平常是你食啥头路啊？我即摆伫电视台做声音。嘿。做声音，迄个做工课是逐工的在遐的。嘿。逐工的。你主要是你遐创啥？就是。我伫新闻台啦。新闻台遐就是讲，我爱去控制所有甲声音有关的物件。播一条新闻，我爱控制讲主播讲了，有记者的声音 ，SOT 嘛。我就爱控制讲啥物声音，啥物时阵要出来。所以可能这规段节目的声拢是交你处理的。对。听起来是真专业的。真专业嘛真重要的一个工课啊。你这个工课敢是你的兴趣？算是我的兴趣，因为我正经是有咧做音乐。对。佫正经有咧做拍广告啊，做迄个收音的。做迄个封面。对。一直以来拢是甲声音相关的。对。你敢会感觉讲，你即马做的工课，甲你以前会做起来，感觉有啥无共？敢会想讲，你即摆做的可能较无聊，还是想要做较早做的代志，还是其实嘛普通拢会使？因为正经做音乐的时阵是讲，迄是我的兴趣。是。即摆这个是工课，迄个想法就无共啦。是。你面对这件代志的态度会无共，态度会无共。安尼你敢介意即摆的生活，还是你会想要转去算音乐安尼？音乐的方面我想要继续算，但是因为即摆的生活对我来讲有伤侪烦恼甲顾虑，所以我想讲即摆就先甲我的工课先做好。了解。先做好了后，去看讲有机会无。烦恼甲顾虑敢会使了解一下你烦恼甲顾虑是啥？我想讲，咱会放假无爱伫厝休困，要来遮看海影。敢若个足侪顾虑，足侪烦恼咧，足侪代志咧烦恼。会使分享一下啊。因为做音乐这件代志上无稳定啊。你若是要把伊当做头路，我感觉对即摆的我来讲，困难咯。而且台湾即马做音乐，感觉足竞争的。竞争啊。对啊。你若是要成功，其实讲足难的。
其实敢若大部分的音乐人嘛，毋是讲敢若伫做音乐趁食啦。我感觉这地位是毋是想限制家己啊？家己想看轻啊？嘛是啦，因为其实嘛是真有才情啦。系啊。但是我嘛是无啥物志向。志向这可能就是较歹去培养，因为我家己嘛是一个，就我家己嘛是就无自信的人。啊，你两个会使开讲一下，对啊，开讲一下分享一下啊，现在无自信。若是要维持即摆的生活，我想要我着要先找一个较稳定的头路。是。啊，我即摆伫电视台，就较稳定咧，安尼。了解。嘿，但是我感觉我的能力，维持我即摆的生活都差不多。哦，了解。就是讲，大家爱出去趁食，啊，上班下班回来。就已经伤忝嘛，开伤济开啦。有的时阵就足忝的，时间都已经过啦，是要休困啊。了解。啊，佫有讲，因为即摆我感觉这个时代要维持生活比以前佫较困难。好。啊，若是要讲你工课做了，佫想要找时间出来，因为做音乐这件代志对我来讲是足私人。但是嘛，足开时间，开精神的。维持生活已经遮尔辛苦啊！啊，有当时嘛是爱互家己放轻松者。休困。啊，咱男伫放假吼，无咱去世界佫行的，来到要北海岸。既然咱即马伫这跳九海岸，啊，无咱就佫跳去别个所在。好，来跳者。好，来1、2、3。好，咱即马换一个所在，来到遮景致嘛是真好。边仔是一片海，啊，佫有一只船，就拄好。啊，拄则有讲到你是就介意算音乐嘛？啊，你差不多是为当时开始录这个音乐呢？差不多住大学的时阵，我甲伊拄啊去大学的时阵就有去一个社团，甲一个社团啊，正大学音嘛，就是正大学音，佫有咱之前找迄个 Uncle Will 嘛，啊，大家拢是知，就是咱的学长嘿。迄个时阵就是拄啊好听到 hip hop。啊，就感觉感觉足介意足介意。其实我有印象，伊伫大学进前，就伫写歌词。迄阵啊，咱毕业进前有一间足爱食迄素食店，伊拢用对，伊拢用作俗的介绍，互咱食足饱的啊。不过伊尾仔伊要收起来啊，伊就写一篇迄歌词去纪念迄个素食店。这样有才情。平我歌早开始写。真厉害。系啊，啊到尾仔佫有。就是咱社团有做一个迄 cipher 嘛，上出名的迄个嘛，正字标记。到尾啊，佫有咱佫甲迄个 Uncle Will，阮两个甲迄个 Uncle Will 有写过一条，叫烂，啊，迄是台语。迄敢若有讲过。啊，迄个时阵就是家己发现讲对音乐即个兴趣，啊，就有豆豆的去写啊，去学啊，要安怎做。甚至是我尾啊做乐团，我嘛有找伊 fit。我们做会表演，对，其实咱算是做真久的物件，你就有缘分嘛。对啊。拄好遮有咱坐来继续讲好啊。哇！啊，拄则讲到这恁进前做伙舞音乐的代志，啊，你敢会就怀念迄当初？会啊，嘛是会啊。迄个时阵真快乐。嘿啊。啊，甲即摆比起来，因为迄个时阵是学生嘛。免顾虑较济，免顾虑较济，较自由。因为有的时阵你不爱上课就免去啊。你迄个时阵时间较济，啊，想较济。啊，家己有足侪想法，可能想要讲出来，就会写落。用歌词家己去表达。对。但是出社会了后，你家己有较济顾虑，搁有较济要烦恼的代志，可能是钱啊，还是。生活一寡美角的物件，啊，迄个时阵对我来讲，你烦恼迄，你都无时间啦。就像阮老早讲的，就是要维持我即摆的生活，我就感觉我讲我无啥物快乐。安尼想到即摆，我就用感觉讲，怀念是一定会有的，但是我即摆佫会使做的。我可能佫唔知影，毋知影要安怎做。所以即摆就已经无咧写歌做音乐。足少的，有迄个想法，我嘛是感觉讲我家己有话要讲。但是有一方面是可能我家己无啥物做，过来就是我毋知影要安怎做。伊个感觉毋知要安怎开始。
对，我唔知影要安怎开始。我可能会要写一款物件，我有啥物想法，我可能会写落，但是要做一条完整的歌，可能对我来讲，佫有足长的路要行。即摆即个社会，就是大家标准都无共。我嘛是看足侪，我伫新闻台，我逐工拢会看迄个新闻，有啥物政治的啊、社会的啊，大家拢有无共的意见。你是毋是惊讲你可能无法度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？你会想讲你可能安尼讲，有人感觉安尼无好？我会感觉逐个人讲的话拢有道理，但是我若是想到这，我就会足乱，就是毋知讲到底倒一边是对的。我感觉你会当想讲，就比如你嘛有讲，每一个人的标准拢无共，所以其实绝对的标准，无一个完全正确的标准，所以你的声音其实嘛会当是一个标准。不过要突破这种心态，要突破这种困难。因为我感觉伊根本的原因就是无自信这件代志。因为我家己嘛是一个足无自信的人，伊应该嘛知影。就是我就自细就是一个足无自信啊。毋过我感觉这就是。家己就歹去下过一支。对，我即摆就。毋过若是我分享我家己的经验，我是感觉讲到尾啊，就是尽量吸收大家人的想法了后，伫写物件还是做物件的时阵，尽量啦，莫去伤害着别人。我做出来迄个作品代表我家己，就是 represent myself， 这是我的情感、我的感情甲情绪，我写伫遮啊，就是这代表我。我无讲我要去替别人讲话，但是我嘛无迄个意愿要伤害别人。其实别人咧可能听你的音乐时阵，伊其实无想遐济，无想讲你讲的物件就是一个标准，是一套就是足正确的物件。所以就是你敢若就是你的声音尔，就是大家听就讲哦，我知影这是你的声音。所以其实我感觉你应该免顾虑遐济。我即摆要好好做的代志就是。去学讲要安怎表达我的情绪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无啥会晓去较避暑，较避暑，安尼讲嘛对，所以我会感觉讲，我有时阵写歌的时阵就会卡，就是毋知讲要安怎写较对，要安怎写较会互人知影讲我家己咧想啥，就是迄文字嘛，无法度去完全表达着。对，我会感觉讲是我的能力。无够，还是讲，我其实还未去了解讲要安怎去讲出我的想法。伊这个理路其实感觉足神，我嘛是就是拄着啥物代志，我都会先想讲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的能力无够，是我无够好，所以我无法度去做。安尼真正是甲自信有关系啊。对啊，都够有济。真正爱行出去，其实有几啊站。伊其实无遐尔容易去做。毋过若是今仔日吼。完全免考虑这个代志，你敢有继续想要做？就是一定的，是吼。安尼，趁今仔日这个机会，咱跟恁各做伙啊，有啊好，咱今日来整这节目，还是咱就做伙过来录一条歌来算命吧。无今仔就等下来去我的工作室做一条歌。好，安尼咱后一集就直接去遐做一条歌看卖。好，观众朋友。行伫个人生路，无一定大家拢有法度一直冲。等下来去大家工作室伫健康路，来甲地位，搁做一条歌。哦。白金过一工，六一花起过一冬，落地顶紧倒手芳，生拖伫春夏秋冬。想要啥物拢会晓，无想要流开见笑，还一好食免大条，台湾囡仔有才调喂。起床啊哦，莫阁困啊，行啦，行。